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9月2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总统府长召开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以面对物资、能源、医疗甲交通安全做5大主题。赖总统表示会分阶段来执行，目标是明年3月份会举行小规模的地方演练，按照未来会培训40万的兵力，伫咧有必要的时阵支援国军。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2日进行，重点放伫咧民力训练运用、战略物资环境甲卫生配送、能源甲关键基础设施维护、社会医疗甲避难设施整备，抑有交通运输甲金融网络安全5大主题。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要进行全方位的验证和演练，也要扩大跟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连结，彼此 携手合作，以系统性、专业性方式找出问题，拟定对策，落实执行。23位委员包括民防、宗教领袖加治安专家，也阁邀请前联电董事长赵兴成、中国佛教会理事长释正尧、国防安全研究院董事长贺守业、全联董事长林炳强4个人做顾问。 希望拄到紧急或者是重大灾难时阵，民间先自救，再个扩大到社区，有在调加支援军事行动。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也设立了总目标，在国家面临灾难或紧急状况时，要能够做到维持政府运作、维持社会民生核心功能持续运作，以及必要时支援军事行动。国安会秘书长齐书谦伫咧简报内面讲。 按算培训40万兵力，进行全社会防卫。12月的时候能够进行一次桌上兵推，明年3月希望能够在某一个县市进行一个地方的小规模演练。6、7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汉光演习，进行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前导性的演练。现在的40万的部分呢，我们会逐步的包括说从这个义警义消的系统，或者是防灾式的训练这3大面向，还有替代役的训练这4大面向一起来做训练跟培训。军事专家肯定政府努力强化民防力量，不过重点是安怎做，效果如何，一个等待时间检验。开完会之后，能不能落实到政策面来讲，其实它的效果很有限，有些 演习或演练，它没有办法拟真。譬如说，发电厂爆炸。赖总统强调，台湾一直都面对真侪挑战，政府有决心用更加侪心力来应付，也有信心和民众的安全得到更加侪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昨有4只中国海警船2摆进入金门的限制水域，咱的海巡是随派4只巡防船监控驱离。 中国海警船今年到今已经有42摆进入咱离岛的水域，不过中国海警局是讲这是福建海警依法的常态化执法巡查。密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交通秩序及航行安全，请立即转向驶离，请立即转向驶离。 昨早起8点50，一个下昼2点20，海巡的雷达侦测有4台中国海警船伫金门南方海域集合，并且分别由金门复兴市、竹山、新湖、寮罗南平4个点同时驶入限制水域。海巡署调4台巡防艇，以对应应对监控驱离。中国海警船伫咱巡防艇监控下，分别伫早起11点甲下昼4点20分驶出限制水域。今年2月发生金门快艇并船的事件了后，中国海警讲伫金厦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不过金门快艇案已经结束，但是中国所有的常态化巡航依然继续。记者综合报道。 第79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咱的友邦巴拉圭总统伫咧致辞的时，讲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系统。那另外一个友邦马绍尔群岛的总统嘛讲，联合国大会2500号的决议是无讲到台湾。了话讲，若有心要甲全世界合作伙，台湾的问题就无应该当作无看到。 第79届联合国大会咧进行总辩论，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致辞时阵，坚决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En esta asamblea renovamos nuestro firme respaldo para que Taiwán sea parte integral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Creemos que su exclusión es una injusticia que no podemos pasar por alto.
Si hay un país que debería hoy formar parte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y aún no lo está haciendo, ese es Taiwán. Only this independent democratic government can represent its 23 million people. UN Resolution 2758 does not mention Taiwan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pretext to exclude Taiwan from participating meaningfully in the UN system. 友邦马萨群岛总统海尼阁指出，联大地2500号国旗无涉台湾地位，那联合国真正希望无老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台湾当作是看无。咱的驻美代表伊大雷当时出席纽约非营利组织论坛，伫甲美国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克对谈的时阵指出，未来世界会由科技 AI 主导，所以台湾更较免缺失。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which is technology, without incorporating Taiwan, is like going downtown New York and literally getting a cannoli without its filling. 伊大雷也强调，中国主导自1500号国旗解释，将台湾封锁在联合国之外是真危险。联合国秘书处无权解释国旗文应该由会员国来决定。另外，G7外长会议也伫联大场边来举行。联合声明当中，佫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甲繁荣是真重要，支持台湾有意参加国际组织，佫呼吁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岸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的影响，水汽有较高一寡，咱来看温度。探看到伫太平洋有2个可能较做风台的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较晏沖縄湾南边的海面上，估计24点钟以内就有可能会结做风台。拜六礼拜会开始往北边来行，后礼拜1到拜3是上晏台湾的时阵。到时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就要注意大水雨，各地也要注意强阵风。因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咧关岛东边的海面上，会直接影响台湾。接下来，因那讲到今仔日的天气，桃园以北、东半部甲马祖地区较有机会落雨，要注意短暂阵雨，甚至是雷公雨。尤其伫咧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东半部雨水会较明显，有可能会发生局部的大雨。因那新竹以南是较平湖，金门是侪云较好天气的状况，过昼有可能有雷公雨。中南部的山区也有一寡所在雨水会较侪，就要加注意。新北市天狗日的群聚是变较搁较侪，昨是增加7个的天狗日病例，是伫咧中和甲新店。新北市的天狗日群聚到达已经有14个人，阁有11个人的快筛阳性检体是已经送到疾管署。新北市卫生局表示，中和甲新店伫咧即礼拜六会进行轻度社区探病房的工作，要甲疫情跌落来。环保局的人员伫巷仔底无用咧消毒，要甲胃病房的生态源清除。因为新北市天狗日群聚感染搁再扩大，二到一个手新增加7个本土的天狗日病例。发现个案主要的活动区仍然在天山公园、三界庙以及新南夜市等区域。卫生局表示，新店增加5个天狗日的病例，中和增加2例，累计新北这件天狗日群聚感染增加到14个人。特别注意的是，还有11个快筛是阳性，检体已经送疾管署，搁再确认。医师提醒，聚会甲慢性病时代，英国若捌挖到天狗日，即马搁去挖到无共型天狗日的病毒。发生出血风险会增加3成以上。他之前感染过第1型，那这一次感染的是第2型的话，他的重症的这种可能性至少有增加3成以上，所以这种登革输血热的机会就相对的多一些，比较多。医师表示，北部天狗日胃病房啊，主要是以白线斑纹为主，因清在下暝伫树林甲草坡等等的所在，为了阻挡疫情扩大。新店甲中和区公所，即礼拜六2、8会针对社区胃病房的生态源来清除。卫生局强调讲，公司入场所的所有人、管理人甲使用者，若无主动清除胃病房的生态源，经过调查，若有查到胃病房咧生态的情形，相当会当罚15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报纸。
头壳先是自由时报家人的控告病院院长李庆福，昨下晡伫家互病房抢救病患，甲病患的性命救倒转来，但是伊手术了后感觉头晕，摕伫家互病房的病床休困，所向救急。急诊医师虽抢救，但是经过2点钟以后，要是救袂转来，才到70岁。医师认为有可能是急性的心肌塌。接落来是联合报健保会25协商明年健保的总额，却只有气科医师、中医甲付费者的代表得到共识。也若病院甲基层的西医是公布成，今仔日会继续来讨论。若无达成共识，会甲医界建议的方案，就是罕见疾病专款公布预算指引，也是依期目前的方案，尤其是健保总额指引，这个方案拢送到卫福部，由卫福部长邱泰源来决定。落尾是中国时报，台中东海大学的2个学生过车路，互客运公车拢一死一伤的事件。受害者家属讲，有人看到这个细死的公车驾驶弄到人了后，有落车看，事后为有民众提起，伊讲弄到人啊，但是这个驾驶搁上车，甲车刷叮当，再甲这个死者的额棍跌断，技术是互这台公车跌过2摆才死亡。台中公车去弄到大学生一死一伤的事故，市政府对那个客运业者处罚，也要求业者爱甲驾驶叫倒转来教育训练，而且爱进行路口的稽查。这个弄死人的驾驶13年前也捌弄死人，交通部强调会甲业者处罚，也会靠补助款，要求爱加强路口烧牛的规定。客运业者甲驾驶调回做教育训练，一直提醒路口一定爱停，一定爱让，尤其咧滑的时，更加爱比手势来确认。第一个要先确认号志，第二个要确认对向我们来车，好，第三个要确认行段上没有行人。台中市交通局长也会同警方甲公车业者到路口了解实际执行的状况。以及暗时，台中2位女大学生经过行船线后，当要倒滑的巨业客运弄到，造成一个死亡，一个受伤。市府对业者重罚，不过肇事的肇死的驾驶互发现，已经不是第一届弄死人，互家属真歹接受。我只觉得撞死人，你应该要有相当的警惕跟相关的知识啦。家属即期讲，13年前的意外造成一个死亡，一个受伤。肇事的驾驶和依照业务过失致死，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因为巨业甲肇事的驾驶隐瞒，市府交通局表示，肇事的驾驶无互吊销驾照，依法也是有工作权。本来这个法规里面就有规定，吊销驾照有一定的这个程序存在哦，所以当年如果从当年的事件来看，他事实上这个逝者的部分驾照是没有被吊销哦，所以当然他还是继续在这个剧业来做这个就业的动作啦。这站交通意外也将做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讨论的重点。交通部除了会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客运评鉴，也要求加强执法。我们会主动协助台中市政府在交通安全上面的改善的部分。那2方面，针对成绩比较不好的一些县市，一方面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我们会公布这个数字哈，让县市政府有压力。那2方面，其实我们行政院也有一个道安工作汇报，那我们会请他们来做专案报告。但世凯表示，会以连续处罚甲营运补助款做手段，加强要求客运伫路口爱停爱让，也会甲劳动部协商提悬客查数，落实大客车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总统热情的车队顶一日下晡要登去总统府，伫咧半路所有民众生厝帮啊冲到路中央，加在无发生意外。另外，副总统萧美琴伫咧新北市永和的徛街附近也传出有枪声，原来是有警察在咧掠嫌犯，甲查拉车开枪。也那萧美琴本人是无伫咧厝内。几台车驶到现场，便衣刑警落车，伫咧将办这个窃盗案要收尾的时阵，发生另外一件代志。现场封锁线已经救起来，几点钟进前，嫌犯继续配合，超工驶车弄警方，警察连开3枪甲伊阻挡。不过案发的地点就伫副总统萧美琴因徛街楼骹。警察把他挡住，可是他突然就转换方向，就是加速的开走，然后警察就开了几枪。雄雄几声的枪声，民众是议论纷纷。警方讲开枪的时阵，唔知影讲副总统因兜就伫正对面，不过现场是国安管制区，维安人员嘛随来关心。了后，萧美琴伫咧社群报平安，讲代志发生的时阵，伊无伫咧厝里，嘛肯定遮辛苦执法的人员。
也若警方这一届掠到姓谢的主嫌，2伫新北市永和较早保持总队的所在偷摕电线，了后登去旅馆休困，警方是随出动掠人。穿着刺青的作案的一个便装衣物，变换假车牌来规避警方的查缉。根据警方的调查，这是集团性的犯罪，主要锁定虾皮的门市，直接偷摕现金。也若犯案的地点分布伫中部以北的地区。今年9月到达，犯案至少已经有18件，上紧敢若用20秒的时间，都甲钱偷摕过手，不法所得有甲127万。另外，就伫这几天，马标出总统的车队差一点就出代志。少年于人行道上以滑板代步时不慎跌倒，致滑板滑入车道，所幸未造成后方车辆事故。一个少年人伫溜厨房，向徛无在，厨房就安尼飞去路中央。拄好这个时阵，总统的车队要登去总统府经过，加载无够着。警方提醒，这类器材甲文具，敢若会当伫密闭的区域来使用，若无依法会当罚500块。记者综合报道。北港站早起第4届提审郭文哲被厘清经华案，不过台北市议员游淑慧阁逼出一份资料，讲监察委员刘德芬提出560%用积比率进前，迄当时做市长的郭文哲就指示都市发展局用行政处分的方式上网络公告经华城的用积比率。穿黄色的顶冠衫和短裤，双手互扣起来，看起来真平静。对警备车行落来，北检侦办经华城拥挤案，早起是第4摆提审时任的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不过台北市议员游淑慧阁一摆逼出上新的资料。在2017年5月初3的市长室会议记录内面，发现讲早就伫监察委员刘德芬提出容积率应该是560%进前，郭文哲就已经指示督法局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就网公告经华城容积率。参加这一场会议的都发局的同仁，那他的解读是说，就是当时柯市长应该是就是要求说，直接做成560，然后不用经过都委会所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上网公告。在的都显示柯文哲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知悉的，而且柯文哲甚至在内签里面其实是有签名的然后现在摆烂说自己完全不晓得，我觉得这真的是说不过去议员质疑这场会议的时间点伫5月，比监委刘德芬伫同年的8月提出用这率审核意见搁较早。过去郭文哲和吴珊珊讲是因为监察院的审核意见，才配合互经华城用这率，这事实真明显是唔对的。民众党是回击讲，这种讲法是议员在替前市长郝龙斌的下职。根据专家意见，上网公告究竟哪里做错了？监察委员也是在102年跟104年2次对郝市府提出纠正报告，游淑慧议员现在只是在替郝龙斌转移焦点卸责罢了。对民进党议员甘肃培是发出和都法局讨资料的回应，批评吴珊珊进前讲经华城案是用唔到法条，吴伟选反击讲这是故意在误导社会大众，强调都法局的回复拄好符合迄天民进党记者会的内容。台北市长朱万安讲，经华城案已经入来到司法调查的阶段，市府会配合检方来侦办，希望较紧来厘清事实和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小婷传出可能有假报助理费的问题，昨早起检调到服务处徛家甲议会办公室查考电脑甲文件。黄小婷的妈妈也奉带登去调查，不过黄小婷本人拢无够按说明，检方也找无伊本人。调查人员当黄小婷因老母的面清点现金，捌做过4届高雄市议员的国民党籍议员黄小婷，传出哪像报拍销、假报助理费。高雄地检署2日早起指挥市调处的人员去伊服务处，甲徛街等10个所在搜查，查考大批资料，嘛甲因老母带走做调查。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吧？不可能吧？我们是认为可能不会吧？家里那么有钱。志刚甲支持者来关心，不过黄小婷若无出面，电话嘛关机。附近的居民私底下讲，透早有看到黄小婷搭客停车走。就今日黄姓议员所涉案件，对其服务处等10个处所执行搜索，并带回相关涉案人员。高雄75年来，包括现任的议长康如成甲几个前任的议长，有超过20个议员，拢捌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去互起诉，甚至判刑。其中前议长詹丽燕，1审还阁互重判12年。
这么多的议员被因为这个涉嫌违反或者是已经违反诈领助理费被判决的情况之下，你还这样做，我认为非常的不妥。好，那你如果说是以前没有这样做，那最近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就开始来挪用到助理费的话，我想这个也是法律以及人民所不允许。高雄市府下晡伫议会举办总预算周边说明会，南洋的议员到位了后，拢无提起这件代志。那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会尊重司法，我们尊重司法，也希望说检调能够尽速厘清勿枉勿纵。黄孝典过去捌发生车祸吊死得药，相电讲一点点争议的事件，这个涉及报拍销、家暴助理费了后，人全失去联络，检方找无人，甲法官就要赶紧出面理清事实。那国民党市党部表示，目前还在调查的阶段，呼吁外界莫乌白药，嘛希望司法机关唔通甲冤枉，若有罪嘛莫甲轻饶，来依护公平正义。记者综合报道。这上任无到3年的纽约市长亚当斯传出甲人收境外的政治现金，受到联邦刑事的指控。这是头一个任内放起诉的纽约市长。就算亚当斯发冤枉，不过有几落的官员牵涉案件放调查，说害市府无咧运作。纽约市民甲共党的议员都口劝伊爱落台。经过数个月的调查，美国纽约市长阿东斯传出面临联邦刑事指控，虽然目前相关的细节还未公开。纽约时报引述知影内幕的人指出，阿东斯伫2021年竞选的期间，违法收土耳其政府政治现金，而且可能甲中国、以色列、卡达等5个国家有牵连。不过阿东斯真侪个表示，这个指控是对伊个人的作恶。These charges will be entirely false, based on lies. For months, leaks and rumors have been aimed at me in an attempt to undermine my credibility and paint me as guilty. 即马64岁阿东斯是警员出身，也是纽约市历史上第2位非 A 的市长。伊甲降低城市犯罪率，列做施政目标的第一。不过，伊任内却安排亲友做市府的高层。检方目前已经扣押真侪名高官的手机啊，而且抄起假，包含教育总监甲警察局长。因为真侪为市府重要的官员互调查甲改职，致使市政运作困难，引发民怨，要求市长下台。不过，阿东斯真侪个表示无要辞职。I will fight these injustices with every ounce of my strength and my spirit. If I'm charged, I know I am innocent. I will request an immediate trials so the New Yorkers can hear the truth. 联邦检察官按算伫美东时间2日公布案件的细节，虽然阿东斯本人无愿意辞职，不过真侪位同款是民主党的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市议员，拢公开发文口劝伊落台，而且规范市府运作的纽约市宪章也予纽约州长会当甲阿东斯私透露的权利。那阿东斯决定落台，会由纽约市公共议政员为联署代理市长的职务，并且伫80天内举办补选。公司新闻梁干编译。之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向美国的共和党指控插手美国大选，不过上新的消息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Trump 宣布要甲泽伦斯基见面。一直拢甲泽伦斯基无对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先做有过。President Zelensky has asked to meet with me, and I will be meeting with him tomorrow morning at around 9:45. In Trump Tower， 泽伦斯基则互共和党人无欢喜，伊这礼拜去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进前，参访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宾州的弹药工厂。宾州州长夏皮洛、宾州联邦参议员凯西，甲宾州联邦众议员卡特莱特拢在场，三个拢是民主党。泽伦斯基也搁伫咧炮弹顶头签名。共和党认为泽伦斯基去宾州是党派政治活动。设计用来帮助民主党，也无邀请共和党的人士，这明显是选举干部行为。I think it was a very terrible development, and it strain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t a time that's very unfortunate for Ukraine.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hotly contested national election, and we don't need foreign countries intervening. 强生希望泽伦斯基开除安排行程的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罗娃。泽伦斯基也有安排访问华府国会山庄，要拜会议员的行程。强生讲伊行程办甲正晚，无时间甲泽伦斯基见面。泽伦斯基本也是甲美国总统拜登伫白宫见面。双方讲重点是泽伦斯基所提出的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的胜利计划。Russia will not prevail. Today we have a new support package, $7.5
$9 billion. This will be a great help. 因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伫咧甲泽伦斯基见面时阵，讲伊的支持是正坚定，并且讲有人强迫乌克兰放弃主权领土，也该接受中立。虽然无讲是啥人，不过大家拢认为伊是伫咧讲川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总统普丁25搁再讲警告，若是讲罗西亚受到上规飞弹的攻击，有可能会使用核能武器。周刚联合国大会当咧开会，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指控讲，有收到罗西亚要攻击核电厂的消息。过去一个月，俄乌战争特别满2年半，为开战到暂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威胁无排除动用核武，伊立个召开联邦安全会议，正式设定俄罗斯使用核武的规则甲条件，清楚声明，若是俄罗斯受到中规飞弹的攻击，都有可能动用核武。Агрессию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со стороны любого не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о с участием или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их совместное нападение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普京表示，若是发现俄罗斯国内发生包括战略也是战术飞行机、巡航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飞弹甲其他飞行机大规模为空中下境的攻击，都考虑动用核武反击。另外，盟友被俄罗斯若是受到入侵，伊嘛无排除动用核武。普京改变动用核武的条件，拄好是乌克兰唔望欧美国家会当同意乌克兰用稳定飞弹攻击俄罗斯的时间。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此是伫联合国大会表示，受到情报显示，普京计划要攻击乌克兰的核电厂。Now Putin does seem to be planning attacks on our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aiming to disconnect the plants from the power grid.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透过卫星收集乌克兰核能基础设施的相关资料。到时阵，伊搁伫联合国大会质疑中国巴西提出的甲俄罗斯和谈的内容，认为会替俄罗斯提供会当继续战争的政治空间。对于战争毁损乌克兰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会伫26宣布加快支援乌克兰中建的资源。而前总统川普伫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活动，都批评泽连斯基拒绝甲俄罗斯接机。到时阵嘛批评川普一直提供乌克兰经济甲军事的援助。Or every time he came to our country, he'd walk away with $60 billion. He's probably the greatest salesman on earth. 川普强调，伊若是美国总统，根本袂让俄乌战争发生。若是伊11月搁一摆当选，会真正结束俄乌战争。也毋过说无具体说明要安怎谈判来结束这个战争。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2021年停止营运的香港媒体立场新闻，昨因为传播发布煽动刊物罪，前总编辑将派权互人判刑21个月。也那前署理总编辑林兆东因为判被减刑，互人释放。表情震动来到原来法院，已经停止营运的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前总编辑张派权，加前署理总编辑林兆东，26到法院接受宣判量刑。因伫顶个月和法院裁定，暂无发布煽动刊物罪名成立。法院宣判张派权判21个月，林兆东是因为得到免疫系统疾病，判会当即时释放，唔免监禁。I feel sorry for John Pukun's sentencing. He is starting point of the imprisonment near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24 months. He had got 23 months imprisonment, but luckily that he had 3 months deduction because the case have been last so long. 法院判刑了，张派权是法监执行，伊伫咧2021年被逮捕，已经拘留349天，差不多11半个月，后壁还有9个半月刑期。立场新闻的母公司也被罚5000港币。立场新闻是香港1997年主权移转中国了，已经和法院判煽动罪成立的媒體機構。呢個劇變嘅情況，而係好難接受咯。尤其是係好多我哋一直相信，回歸之後有嘅言論啦、新聞啦，所有嘅人權自由好似都一下子被限制咗咯。自從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已經有96間媒體關閉。立場新聞因為公開支持民主，
2022年无大批警察突击搜查，年底就被关闭，一共7位员工被抓。这件案件引起国际社会关心，加西方国家的谴责。根据无国界记者评估的新闻自由指数，在过去20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自第18名爬到第135名。因过香港当局讲，港版国安法一个今年所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并无限制媒体报道事实的自由。公司新闻张伟林、老范编译。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联邦众议院25通过组织中共法，这个法案希望制裁损害香港主地、侵略台湾、佮压迫新疆的中共官员。这显示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立场。今仔日，以色列拒绝美国等领袖国家要求在黎巴嫩停战21天的提议。同时，以色列佫空袭黎巴嫩的南部，而且宣布得到美国一项87亿美金的新援助方案。印度东北部的比哈邦最近咧庆祝印度教日节，所传出当地因为河水涨起来，做仪式的是有46个人被淹死的消息，其中有37个人是囡仔。桃园一间国校体育班的篮球队有家长指控2个老师性骚扰甲体罚，涉嫌性骚扰的老师甲这个查某学生卡来手来，这款行为有10多年，学校说敢若记一支新概念尔。在桃园市有国校体育班的篮球队，传出体育组长兼教练在校队训练甲私底下的时间，利用伊的职务，甲女子篮球队的学生性骚扰，时间有甲10多年。对象大部分是单亲、原住民、或者配偶、家族小家庭的囡仔，有已经出业受害学生，因的家长出面指控。教球的动作基本上已经超出他所能忍受的范围。你说身体的触碰，甚至有些教学动作会去碰触到胸部，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这样讲过，很多孩子都这样做。应该心里都会有阴影吧？教练从后面教他的时候会稍微靠近，或是就是从后面触碰他。有些可能已经大学了，对大学生，甚至到现在现任的都有啊。经过性别会议的调查，去用指控的老师伫教学的时阵，确实有性骚扰的情形。教育局建议学校处分，不过家长不满敢若记一支新界，嘛不满5月份提报老师不当管教甲体罚的事件，到大拢无调查，因为学校可能要甲压甲暗砍。教育局则请学校进一步调整按师的职务及任教科目等立即性不接触原任教学生的应变措施。教育局表示，家长已经信服，后续在审议的过程当中，若发现学校的处分有需要调整的所在，或者是有新的事情，无排除会重新调查，而且扩大调查这个老师捌教过的学生。若这个老师涉及不当管教的部分，嘛已经有另外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一个70岁的时大肠照中心，顶个月小妹推挂急诊，医师发现这个老大人尻川皮拢是地疮，而且佫有生癣。加上是这期肠照中心一个月收350，拢无好好照顾，也这期肠照中心要杀急诊。这个70岁姓吴的阿嬷，倒伫病床看起来真虚弱，尻川顶悬有10几公分的地疮，真惊人。家属指控讲，今年2月，是大人来住台南仁德区这个老人肠照中心，本来状况是真正常。顶个月发高烧送病院，所后医生发现讲，伊地疮真严重，有的所在拢补人。一开始肠照机构佫讲小空嘴尔。有机构怎么还可以顾成这样子？他说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个严重的话会引起败血症，新的机构、外面机构有过来了解，说他们觉得说这样他们照顾不来，所以我母亲何去何从？讲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老大人顶礼拜本来已经收到病情真危险的通知，和家属是真烦恼，嘛发现讲伊除了地疮，身躯顶佫有真侪空喙。肠照中心甚至以转介其他机构做理由，互因签自愿离院同意书，疑似要闪责任。市府表示讲已经启动调查程序。该机构目前已经限制新收容的人数哈，完成查核之后，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召开调查的会议，有妨碍他身心健康的情事，会依照老人福利法裁处6到30万元的罚款。
市府的厘清敢是涉及不当的照顾，业者是授权里长代替说明，强调因本身是合法的长照中心，对老大人拢是尽心尽力在照顾。地层出现了后，因嘛透过空气层含雨点替对方来改善，只是老大人健康较歹，身体恢复的状况无遮紧。他们检查2次了之后没有问题，那现在家属有这样的质疑，那业者他也非常的有诚意愿意再和家属大家再坐下来谈一谈。业者讲，对视大人带入长照中心，拢和家属加密切地联络。这摆送病院的地点，阁是家属指定的病院。视大人带入来了后，冇透过社工软体来掌握状况，可能是双方认知无共，产生误会，会和家属好好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68岁的老大人半身不遂，平常时拢是69岁的看守咧，甲伊照顾。不过因某煞常常昏去。这个老伙仔踮伫咧边仔喊救人，叫4点钟遮尔啊久，厝边才听到声。但是这个负责人送病院，要是救袂回来。警消人员伫门口喊，毋过拢无人应声。消防人员随提物件甲门撬歹，入去内面救人。看到警消来到位无度行动姓郑阿伯，就赶紧拜托救护人员先去看伊的太太。原来是伊的看守昏倒伫咧厝内面，迄当时还有生命现象。不过翁仔人是一边大一边小，真有可能是烧中风。够啦，够咧喘气啦，够咧喘气啦，你人完咯。不过，这位负责人抢救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台中警方进前接到报案，讲南屯一间人家厝有人昏去，需要救援。到现场发现讲是一个69岁负责人，讨救兵的是负责人的翁婿姓郑老阿伯，也因为因的家己逝世拢伫咧外地，老阿伯因为半身不遂无法度行动，叫4点钟才互厝边听到。因其不良于行，无法及时查看妻子状况，而焦急不已，长达4小时不间断的呼喊求救。医生表示，最近这几年愈来愈多这种老大人互相照顾家庭，也因为照顾者的年龄有较大，致使身心受到袂少的压力。除了爱和外界保持直接，也爱安装紧急通报救助系统。看到有的紧急扶铃是放在手上，那甚至就是一跌倒，它就是可以去触，就可以去按压。但有的是放在房间比较容易看到的。除了说有没有说其他的一些邻居长可以多去探视，我们大概建议是这样子啦。医生建议讲，照顾者还有互照顾的人，就要维持邻里之间的互动，也当利用1966中照服务专线来申请相关的支持，也有哮喘服务，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要到80万的外籍移工，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要3成的外籍移工伫台湾被互人诈骗。刑事局表示，未来会增加东南亚语言的防止诈骗宣导。民间团体也参银行合作，希望打造对移工更加友善的金融环境。有人买那个电脑很便宜，我记得2000多了，可是我在外面看还有2万多。印尼籍移工为伫来台湾做看护15年，讲到家己伫网络买物件互人骗的经验，要是感觉真压榨。为什么很小？不是这个是不要我广告快，不是电脑那个电风扇小小的而已。关心移工的民间团体讲，因为语言袂通二纠正，他无花盆的防诈骗资讯这个原因，移工凭台湾人对诈骗较无警戒心。民团调查发现，有27%的移工伫台湾捌互人骗过。那已经证实2023年的资料，全台诈欺案件有3.8万件来看，移工受骗比例有较高。移工目前确实面临到非常严峻的诈骗的情境，那要了解如何的去预防最新的手法，需要更客制化去辅导移工防诈的资讯或管道。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规划增加在移工有关，特别是目前在台湾最大的人口外籍的部分是印尼，那第2名大概是越南，让我们的这个语言可以呈现多国母语的方式。打击诈骗，政府、银行已经透过多管道推出防诈骗的宣传。刑事局表示，未来也会增加东南亚语言的宣导，协助移工防诈骗。另外，民间团体认为，也会当伫现有和移工参加的课程当中，增加防诈骗甲金融资讯。民间团体也认为，外籍看护工长时间陪长辈，若通增加移工的银行金融知识，也通预防台湾的老大人互人骗，效果是1.25。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
亲像中华县的渔港就有65000人左右，因为因较无了解台湾的文化甲法律，才发生渔港无依量去犯法的情形。也啦，中华县政府就推动高工厂做法令宣导的服务，协助外籍渔港来了解。 用戏剧表演提醒外籍渔工要注意用火的安全，这是中华县政府为渔工安排的宣导服务。根据劳动部统计到8月底资料，台湾的外籍渔工计共有79万外人，其中中华县的渔工有6万5000外人。但是因为文化语言无同，生活歹适应，加上对台湾法律的规定无解清楚，常常会有生活上也是工课上的问题。他们都重口味，所以他们来到这里都常常会不习惯，然后他们都一直要去跟老板说，我没办法吃呢，这个都不好吃。他说，因为你们没有辣椒，没有什么，薪资调涨的时候，他们计算机乱掉了。有时候我们会跟他解释。为了帮助渔工认识相关的法律，维护家己的权益，中华县政府启动进入工厂，宣导外国人就业生活安全的服务。就业安全包括了就业服务法以及人口贩运防治的部分。另外，我们最重要的是着重在我们的生活的安全，包括用电、防火的安全，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 另外，台湾适龄渔工的人数愈来愈多，移民署嘛提醒头家，时间到就要替员工办理延长居留。居留权快到期前3个月到期前3个月就可以办理延期，不要让他们逾期居留。你逾期1天的话，就是多少？新台币罚1万。 中华县劳工处表示，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上稳定的力量。要发展这个产业，除了靠本国籍的劳工，外籍移工嘛是正重要的助力。透过宣导活动，希望让外国朋友量早适应在台湾接头路的生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去年乌白蛋薰头的罚单是超过2万件。 环保局为去年开始，甲乌白蛋薰头的罚金起到3600块以上。另外，若是店家头前有薰头伫咧涂骹，店家也有可能会接罚单，上济通罚到6000块。店家头前放一个挡薰头的桶仔，甚至阁有店家设一个食薰的所在。店家讲，环保局最近有来宣导，准讲店家头前有固件粪扫，也是薰头，上济会罚6000块。如果这些店家你迄个店头迄个街道是你爱家己爱扫的，那你若歪设实验设备，你嘛无扫，你遐有脏乱，我嘛是甲你罚，依非修清法是可以罚1200到6000。最近这几天啊，环保局有来宣导说1200以上，6000块以下。那但是我们开店以来，我们一直环境卫生，我们都每天都有在整理。 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店家讲，因设这个食薰的所在一定10档啊，真侪食薰的过路人嘛会来这挡薰头。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敢若去年112年民众乌白挡薰头就开买2万件以上的罚单。为着要改善这款情形，台北市环保局对去年8月就开始加重罚金，就算头家抓到罚金嘛会对1200块提悬到3600起跳。你较环保啦。 较涂骹较袂垃圾。环保局鼓励店家伫门口设挡薰头的所在，目前台北市有479间的店家有配合。另外，台北市卫生局嘛提醒，根据薰害防治法，连锁的咖啡店、超商、学校、图书馆这类所在，拢是禁止食薰的。若是伫禁薰区食薰，上济会互人罚1万块。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台语歌创作人吴振怀写过《歌领之恋》、《可爱花蕊》等等，都是经典的台语歌。吴振怀的歌厝后来变做音乐纪念馆，制片单位即个是设计8主题，透过布景的设计，要提供大家一个浸水式的体验。 拍开去盘拖，当咧唱的是经典作品《关仔岭之恋》。店前的三合院，当咧展出各种古早味，这是当代台语歌曲创作人吴振怀歌厝。讲到伊的名，少年辈真清楚，不过伊的歌曲定着听过。2005年，这广告正做历史建筑，后来变做音乐纪念馆使用。
这回让这档内面佮重新调整，要互人进一步通明白。有他自己曾经拥有的家具，或者是说他拥有的设备，伊上爱的吉他，我嘛有放伫内面，佮有伊的衫裤，就是互即摆的少年人，毋是拢只到外看迄种多媒体科技的迄个物件，伊会当去感受迄个时代，大家人去沉浸伫生活内面的感受。我们希望大众他可以留下来。他可以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所以我们几乎每一间展场里面都会有设计，可以让人家坐椅子。伫大家甲医生当作是梦想的时代，吴正怀煞前辈音乐走去日本学习。1953年，伊参日本人组成拉丁3人组合唱团，开创无同的音乐风格，包括各地去巡回演唱。1956年是台语流行歌的天下，伊一生计共创作200多首歌，慢慢指导过黄一玲甲洪英红等人，对母语歌曲贡献真济。透过这个吴老师的故居，这个环境啦，但吴老师的一世人，伊所做的代志，伊对台湾的这个早期的流行音乐的影响，会当伫这个纪念馆当中，都代这个代志讲啊较完整的。音乐是吴正怀一生的寄托，伊嘛替台湾歌坛留下珍贵记忆。9月28文化局要伫纪念馆的广场办音乐会，要互大家斗阵见证伊伫台语歌的黄金岁月。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传承歌戏文化，台湾戏剧学院甲公司台语台签 MOU， 以产学合作的方式增加交流的机会，共同推动培育艺文甲影视人才，让少年辈来接触歌戏、台语，传承本土文化。戏剧学院的学生播歌戏出澹衫过牛，2位学生自细汉就常常甲阿公阿嬷去庙埕看戏，所以对歌戏有真大的兴趣。学生讲，虽然本身的台语无啥物练懂，不过练歌戏的过程，互因的台语愈来愈好，甲阿公阿嬷的互动嘛愈来愈侪。因希望毕业了后会当找甲台语相关的工课，继续为台语传承注入新的活水。台语因为厝内有在讲，所以有较简单，较紧就学起来。如果若是有机会，嘛是会用的去公司台语台遐试看卖咧。但是我台语讲起来袂认得，若是唱歌戏的时阵，就较好。为着互台语歌戏文化拢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台湾戏剧学院对国校啊就开始培养学生学歌戏。即摆嘛甲公司台语台签订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产业甲学校合作，共同推动台语影视人才。演员的培养过程其实是需要真长的时间，但是咱即摆囡仔所欠缺的都是机会吼，咱应该讲想讲，安那互因有更较多迄个可能啦。在台语文化的研究跟教学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么全台湾也只有公共电视台语台有台语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两方都能够有专业的结合。为着要增加少年族群愿意来学台语、来看歌戏，戏剧学院甲公司台语台未来会以直播也是低雅音，用轻松少年辈流行的媒介来向少年家接触台语甲传统的歌戏文化。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这几年真侪歌戏搬到剧场的舞台演出，真受欢迎。团结中心也鼓励民间剧团甲经典戏重新改编设计布景。今年就有6个歌戏团入选，上悬通摕到200万的补助。中心制作过去旧的戏剧，展现新的效果。西夏湾，公牛要回金梯门。回金梯，现我降落路是分。50年代经典大戏《劫路回声》，经过导演重新编排编剧，就连布景嘛重新改造，呈现无同的戏剧。大概的观众是拢看甲真痴迷。经典的歌戏剧本会当延续，是因为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个外台2.0的计划，计共有6个剧团入选，提出因的戏剧改造计划，互老戏也会当有新的表演甲展现。外台的时阵，咱可能因为咱的经费不足啊，也是有一种咱周围环境的因素啊，咱无法度讲像讲咱这出戏要甲伊做到非常的极致或者是精致，但是有这个基金，咱就加做一寡道具啊，请音乐设计啊，也是讲
咱加一寡舞台的变化。歌台歌戏因为演出拢伫咧好歌，要表现完整的剧本比较较困难。这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补助歌台演出，邀请专家团队导修剧本，互剧团甲剧情浓缩，先伫咧内台演出，了后再过去歌台表演会更较有路。因为伫歌台演出比伫咧内台更加辛苦，所以讲希望伫咧内台改修正了，用较侪高工改调整了，伫歌台会当更加精彩一个呈现。剧场先表演的方式，然后再外台巡演，所以这个心对阮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歌戏最需要的就是要有表演的机会。第10月开始，高雄中山堂6个歌戏团会小耍演出一挂重新制作的经典戏，老戏迷也通来欣赏传统戏剧，展现新的活力。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嘉义县竹屐高中甲独立册店合作，伫咧嘉义城隍庙甲边仔的东市场举办行托活动。透过历史背景、建筑特色加宗教信仰的内容，要增加学生对地方文化加历史的认识。礼拜六的下课，学生囡仔斟酌来听嘉义城隍庙的历史。嘉义县的竹屐高中举办嘉义城隍庙的历史打造活动，邀请独立册店的头家向学生囡仔绍介城隍庙的历史甲建筑工艺。这个地都结构走景，看一个迄算建筑结构、建筑的结构，讲一下这个泥塑。彩绘这个古早的这个雕刻，这个暗道是桥，迄个桥啦，新桥。我是第一届来我发现内底的物件足侪，佮有足水的木雕、龙柱之类的它足大的，迄庙里面足大的，它可以让我学到课本内底无的历史，佮有一些文化。伫红毛镇的边仔，啉着日本时代经营较重的青草茶。除了城隍庙的小介以外，伊嘛行到边仔的东市场参观一寡老店，听较早的故事，嘛互因来了解宗教信仰安怎带动这的生活经济。除了城隍庙跟东市场，完整的，互咱竹崎高中在学生会当真正的连结在地，了解在地。竹屐高中表示，固定购入嘉义城隍庙，毋但是信仰中心，嘛见证着嘉义的地方历史。带学生来到这，除了希望加强学生囡仔对历史的理解以外，嘛会当透过实际打造的方式，了解地方文化由来甲演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0度。中部地区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8度到33度，南部地区27度到31度，外岛地区26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